好，来继续来看台中坐运试营运无到1礼拜，都有一个零件讲是车心断裂。台中市政府紧急来宣布暂停试营运。早起2个议会，议员是大来批评，讲这坐运公司无注意到零件故样，拢无咧顾市民的安全。市政府来强调讲，这个故障，参日本的厂商以前拢捌发生过。为着安全起见，18台的列车全面来做安检，上紧11月30恢复试营运。台中捷运伫假日发生列车车心断去的事件，市府赶紧停止试营运。上班头一天，议员来批评捷运公司无重视乘客安全。我们在12:02发生这么重大的事件之后，为何我们台中捷运公司你没有下令，或者是没有请他沟通说，所有车厢全部先暂停做修剪？我们当天到晚上8点才结束所有车辆的使用。议员阁质疑市府当初宣布11月16试营运，毋过中捷内部竟然无人知影这件代志，是毋是伤赶才发生意外？请大家初步以市府公告的新闻为主，会不会太随便了呀？所以现在都市长、市府说了算。检查发现，这摆故障是连接器成因装置车心断去，连出口列车日本厂商拢是头一摆拄到。美国原厂的连接器走形，20几年来并没有类似的现象，因为它荷重可能比我们更高。最快也要到11月底到11月底。不过我们昨天开会讨论有一个原则，我们不会为了通车而通车。列车出现罕见的故障，让市民心惊惊。为了安全，中捷11辆列车全面进行检查，上紧伫11月30恢复试营运。